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透早就出门，天色渐渐光。好，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阿注意啦。咱今仔日要紹介的主題就是做穡。做穡漢字寫做做穡，羅馬字寫做知而做，思而穡。做甲穡拢是第四條。台灣早前是農業社會，大部分的人拢靠種田維持生活。唔知大家平常時啊，定有真濟甲種作有關係嘅代志。即馬時代改變啊，這個台灣傳統技藝已經離住佇都市嘅人有略略啊較遠啊。哦，這個真嘅哦。哦，謝。在台灣的傳統社會，牛是民眾上重要的工課伴。農業社會，牛甲人相依相偎，所以台灣的老輩真濟人無食牛。即馬牛肉麵、牛排這個料理，在台灣的時行，攏是較後來才有的代誌。有一寡台語詞是農業時代留落來的，即馬雖然有原有咧講，不過意思已經小可無同。親像小放伴，本地是咧講吼，要捕田也是鬥掛稻仔的時，住附近的人互相輪流去對方的田林鬥下手，即馬變做互相幫忙的意思。還有穡頭，英過是咧講農事的工課，即馬用來稱呼所有的工課。像我即馬穡頭做袂了，又搁要加班啦。甲做穡有關係俗語真濟，親像無櫃袂出水，是咧講捕田的時陣愛記咧。來比如講吼，做任何工課，攏着先付出，才會有成果。也有一粒米百粒汗，形容做穡的成果。丟做穡，工課伴，小放伴，穡頭，無櫃袂出水，一粒米百粒汗。做穡人實在真辛苦，咱着愛珍惜送來到咱面頭前的這米呢。今仔日的大講一句就講到這，感謝大家收看，咱後擺再會。